日係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國慶節。我哋山下村咧就每一年咧都有食盆菜嚟慶祝嘅。每逢大時大節，元朗山下村都會瀰漫住一股熱烈而溫暖嘅氣氛。村民們分工合作，手起刀落，鍋煙裊裊，笑聲與汗水交織成一幅最地道嘅鄉村畫面。而村民精心準備嘅呢場盛宴，唔單止係食物嘅堆疊，更加係鄰里之間最真摯嘅連結與情誼。呢個盆菜宴呢，就喺新界嚟講呢，係好具特色嘅。特別呢一條村啊，呢條村呢，所有今晚開百幾兩百圍嘅盆菜呢，都係自己煮嘅。透過煮盆菜呢，有一種呢好深厚嘅感情喺度嘅，所以呢，我哋呢一年有2次，一個元宵節，一個就係10月1號嘅國慶節，全部都係自己煮嘅。每年都係差唔多冇間斷過噶啦。我啊最中意嚟食佢哋啲盆菜，因為佢啲盆菜好有鄉土味，特別咧就係嗰啲炆豬肉啦，同埋佢哋嗰啲咧好特色嘅嗰啲味道啊，令到大家咧就回味無窮嘅。我哋就堅持做翻傳統嘅盆菜咯，雞啊、蝦啊咁咯。最中意食魚蛋同埋門鱔乾，樣樣都中意食。山下村嘅盆菜唔單止係味蕾嘅享受，更係承載住村民雙手精心打出嘅一粒粒晶瑩彈牙嘅心意。佢代表住新界人對團結、對傳統、對味道嘅堅持，將每一份食材、每一個口味化成一盤盤香氣四溢嘅盆菜。呢份味道唔單止係有濃厚嘅鄉情，更體現咗山下村村民深厚嘅家國情懷。今日係我哋山下村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6週年嘅國慶聯歡晚會。大家食得開心啲，多謝俾面。